如果你依家返緊份工，老細日日淨係識畫大餅，公司遲出糧，班同事仲要勾心鬥角。如果大家覺得返工辛苦，人生好難，其實真係好正常。今日同大家講嘅呢個男人，佢當年嘅人生開局慘過依家好多香港打工仔。佢讀書留班，第一份工仲入咗間就快執笠嘅公司。但邊個估到呢個日日放負嘅後生仔，最後竟然會成為日本嘅經營之星？佢就係稻盛和夫。Hello， 大家好，我係海倫。今日思維手記就想同大家一齊睇《工作的方法》呢本書，了解大師一生嘅逆襲哲學。首先介紹一下稻盛和夫先，佢憑住一套獨門嘅工作哲學，白手興家，創辦咗京瓷同 KDDI 兩間世界500強企業，更加締造咗接近70年從未虧損嘅經營神話。而最傳奇嘅係喺佢78歲嗰陣，竟然以零薪水出生，只係用咗1年多嘅時間，就將已經宣布破產嘅日本航空起死回生。我哋就一齊嚟拆解呢個神人背後嘅成功方程式。工作就是將一件事做到透徹。書入面講，有一位國寶級嘅木匠大師，由小學畢業一直做到70幾歲，淨係專注做一件事，修繕寺院同宮殿。但就係憑住呢份專注，磨練出自己嘅靈魂。不過稻盛和夫好明白工作嘅現實，佢都好直白咁講，其實呢，大師都係人，喺呢幾十年漫長嘅歲月入面，大師一樣會覺得好辛苦，一樣會係返工返到好厭，甚至無數次出現過想射波、想劈炮唔撈嘅衝動。咁到底神人同普通人嘅分別喺邊？普通人一覺得攰就放棄，一覺得悶就轉行，而大師最型嘅地方係佢一邊同呢種好攰、好想放棄嘅負面情緒交手，一邊繼續死頂專心做落去，正正係頂過咗呢啲人性嘅掙扎，佢先修煉出嗰種超凡嘅人格。當你有一日返工返到靈魂出竅，突然頂唔順，問自己，我每日咁辛苦返工到底係為咗乜？就請你記住稻盛和夫呢句說話，返工除咗賺錢之外，其實係上天用嚟鍛煉人類、磨練心性最好嘅道場。換個工作，人生就會好起來嗎？聽到呢度，你實以為稻盛和夫由細到大都咁熱血，一出世就係個工作狂？咁就錯啦。佢剛出社會嗰陣，同依家嘅後生仔一模一樣。嗰時阿爸阿媽成日訓話佢表面上唔會出聲，但內心係反晒白眼，覺得呢啲全部都係 old seafood 嘅陳腔濫調。不過偏偏命運弄人，佢第一份工入咗一間好差嘅公司松豐工業。呢間公司虧損到就快執笠，遲出糧直頭係家常便飯，入面仲日日上演股東內訌同勞資糾紛。呢間公司差到一個咩嘅程度呢？有日佢去附近鋪頭買嘢，連老闆都用同情嘅眼神搖搖頭，同佢講：哇，後生仔你竟然敢嚟呢度返工，喺呢間公司繼續做落去，我驚你連老婆都娶唔到啊！遇到咁嘅情況，佢當時係點做呢？咁咪又係同普通人一樣，同同事日日圍爐抱怨。雖然呢間公司係多得恩師引薦，俾咗佢一個安身之所，但當年後生嘅佢心高氣傲，唔識感恩，仲日日放負。稻盛和夫再回想翻過去，都忍唔住笑咁講：依家轉頭睇翻，當時後生嘅自己真係極之無知。所以下次當你想射波、想劈炮唔撈嘅時候，不妨停一停，問下自己，你想用一種咩樣嘅心態去工作？因為你今日嘅選擇，最終就會成就一個點樣嘅自己。沒有適合我的工作，只有我能做到的事。稻盛和夫讀大學嗰陣，係主修最熱門嘅有機化學，點知畢業後冇工作，結果迫於無奈入咗間做無機化學嘅陶瓷公司。新仔入職嘅佢，被指派去負責一個邊個都唔識嘅新領域，開發全新陶瓷材料。身邊連一個可以指導佢嘅前輩都冇。面對呢種資源貧瘠、前途茫茫嘅困局，
佢除咗迷茫就只有恐懼。但呢個後生仔真係好嘢，竟然冇走到，最後選擇硬住頭皮留低。由嗰陣時開始，佢內心發出一個轉念，我一定要徹底戒咗對呢份工嘅討厭同負面情緒，將自己所有嘅專注力全部傾注喺眼前呢份工作上面。就係咁，最後全靠佢對技術嘅專注同獨特配方，竟然將公司由當初得8個人，一路橫跨半導體、太陽能同電子零件領域，將京都陶瓷一步步推向國際舞台，逆襲成為今時今日嘅跨國科技大廠。工作就像戀愛，會迷戀，也會怠倦。大家有冇試過好熱烈咁去愛一個人？熱戀中嘅人通常都有種盲目嘅特質，無論佢點任性，你都覺得佢好得意。稻盛和夫後生嗰陣體驗過呢種浪漫。記得有一次約咗個女仔去睇戲，本來睇完戲直接搭電車就可以送佢返到屋企，但偏偏我哋好幾次都專登提早落車，兩個人就咁沿住條好長嘅路行下傾下，當時覺得好開心，真係好唔捨得咁快同個女仔講拜拜。日文有一句俗語話，只要係去見心愛嘅人，就算要行1000里，都只係好似一步之遙咁近。嗰陣時我其實日日都加班到深更半夜，個身體照理一早已經散晒，但企就企在行緊嗰段長路嘅時候，我竟然一啲都唔覺得攰，反而成個人精神爽利，好開心。聽到呢度，其實稻盛和夫想表達嘅係，工作同談戀愛都係一樣。可能喺外人眼中，你做緊嘅嘢好難捱，好辛苦，邊有可能做得長？但只要你係發自內心，瘋狂咁愛上呢件事，咁樣就算條路充滿再多嘅痛苦同折磨，你都可以愛在其中。磨練可以使你強大，但喜悅才能帶你走更遠。喺稻盛後生做研究員嗰陣，每一次實驗成功都會興奮到跳起，但佢身邊有個極度理性嘅助理。每次稻盛實驗成功之後，個助理會用潑冷水嘅口吻同佢講：稻盛先生，唔該你成熟少少啦，你幾十歲人仲要係個大男人。我哋做研發最緊要嚴謹，你下下咁樣，人哋以為我哋做嘢好草率㗎。而當時稻盛好直接咁講：你明唔明啊？可以為咗咁微不足道嘅小事而感動，係一件幾咁美好嘅事。如果我哋做緊咁單調嘅工作，連做出成果都唔識得坦率去高興，咁邊度嚟源源不絕嘅動力啊？結果呢位極度理性嘅助理2年後默默離開咗公司，而稻盛就憑住呢股好容易滿足嘅傻勁，建立咗佢嘅商業帝國。喺資源最少嘅時候，呢種微小進步嘅感動，先至係你最珍貴而且完全免費嘅內在燃料。別被現在的能力限制未來的發展。好多人喺工作或者人生入面，都習慣用而家嘅能力去衡量未來，一遇到難題就即刻認定自己做唔到。但係其實人類嘅能力係會隨住未來嘅需要而進步成長。所以，當你訂立長遠計劃嘅時候，一定要設定一個高過自己現時能力嘅目標，話俾自己聽，未來我一定要實現佢。稻盛想大家換個角度去諗，與其消極話以前冇好好咁讀書，冇技術做唔到，不如諗，雖然而家未有相關嘅知識，但我有信心同耐力去吸收嗰方面嘅知識去鍛煉技術，出年我一定可以做到。如果你唔甘心人生就咁平平淡淡，大家由而家開始試下將我做唔到改成我將來會做到，就足夠大大改變你嘅行動。想法意念的力量，你相唔相信一個人嘅諗法同信念其實帶有強大到可以改變現實嘅力量？稻盛曾經提出過，實現新計劃嘅關鍵係在於有一顆不屈不撓嘅心。但係點解好多人定咗目標，最後都係失敗？因為大部分人都低估咗意念嘅難度。好多人定好新計劃，下一秒就開始杞人憂天。所以稻盛想話俾大家聽，
單單只係不安同畏懼就已經將原本嘅信念大大削弱。你嘅諗法唔夠純粹，計劃自然行唔通。其實人類嘅意念本身就存在住成就事物嘅力量，一心一意嘅時候，即使全世界都認為冇可能，佢都一定會成真。而大師就憑着呢份意念，喺1984年創立 DDI， 即係而家嘅日本第2大電信公司。喺強敵壟斷之下創造奇蹟。下次定下目標嘅時候，請收起你所有嘅懷疑，做到心無旁騖。到時你嘅意念就會發揮出最大嘅力量，幫你打開成功嘅大門。人生、工作、結果、方程式。稻盛和夫喺70幾年嘅人生歲月入面，總結出一個一生受用嘅成長方程式。其實人生或者工作嘅結果等於想法乘熱情乘能力。首先講能力，呢個指嘅係智能、天賦或者健康，通常係先天決定嘅。但係天生能力唔夠，係咪就注定失敗？就絕對唔係嘅，因為你仲要乘上第二個元素，就係熱情。所謂熱情係可以用努力去換取嘅。聽到最後，如果大家下次面對挑戰，唔好再怨天尤人，將擁有嘅能力發揮到極致，再用無盡嘅熱情去引爆佢。多謝大家收睇今日嘅思維手記。如果你中意《工作的方法》呢本書，記得 like、訂閱、撳鐘仔。我哋下一條片再見，拜拜。